信，一群客家妈妈跳脱传统保守，都有过一段挣扎。他们刚开始全部都这样子穿的这样子，全部都是穿的，都不敢露肚子，绝对都不敢。然后每个要来上课之前，要来报名之前，一定说老师，上课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要露肚子？但现在身体语言自己掌握，眼神中更能窥见客家女性自我感知上的转变。他有的当然嘛都有。第一点给你猜猜看。谢谢。我们都这样呢，一巴掌呢。真的假的？不信你可以再看几集，就像电视广告之眼。你做阿婆啦？对啊。扬弃刻板印象，舞蹈老师郑雅云费心改编创新，客家音乐也能舞出异国风味。传统的客家几乎都是跳采茶舞嘛，那就是传统这我们就是变成说跟他怎么讲区隔。好，除了舞本身要结合客家歌之外，我看到你们所有的演出的装备全部都 DIY 啊，用为送斗给怎么想到的？用为动态省力哦，用了很多，做了很多功课，对，很多精神，花了很多精神。保留客家的原味精神，郑雅云获得非正规体系的教师认证。而现在客家节庆活动常见这一群美丽舞者的身影，展现客家女性在时代中的多元面貌。结合了客家风情的肚皮舞，让这一群客家女性们活出了不一样的自信，而她们也自诩，其实不只是作为一种运动健身而已，她们在传递客家文化元素上，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想要当个使者。用来送到嘅，用来动态神气，用来送到嘅，用来动态神气。